生嚿叉燒好過生你。呢句嘢係廣東阿媽嘅經典金句，好多人都好奇叉燒同仔女究竟有咩關係呢？話說上世紀50-60年代嗰陣時，大家生活水平都好低，叉燒簡直就係廣東人改善伙食嘅一大利器，所以對一家人嚟講，叉燒唔單止係一塊肉，仲承載住廣東人對好日子嘅向往同期盼。嗰時又未實行計劃生育，好多家庭都生好多仔女，經濟本身就唔寬鬆，湊大一個細路，其中嘅辛苦同壓力可想而知。喺好多廣東阿媽眼入邊，叉燒等於改善生活，唔生性嘅仔女就等於拉低生活水平。一旦仔女唔生性，阿媽就會忍唔住感嘆，真係生嚿叉燒好過生你。不過呢個只係阿媽一時興起嘅口頭禪，就算幾中意食叉燒都好，都絲毫唔會減少阿媽對仔女嘅愛同真心嘅。今日母親節，樂叔喺度祝願天下所有母親節日快樂。想了解多啲廣府文化，記得點返個關注啦。